自己的错，所以我从来没有真正反省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要先抛开自我的成见，才能够去接纳更多更多的事物。然后我觉得到第二点说到跟修道与生活点点滴滴做结合，我觉得在我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参与佛堂事务，然后我从以前参与佛堂礼节班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身心修炼到我们能够谦恭，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能够内化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很多坏习惯的养成，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很多动作或很多自我意识之下去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当下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是很自我膨胀的，可是其实我们很多行为我们可能去妨碍到别人，甚至于说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自己当下不觉得，所以我们不会有妨碍。所以我觉得修习佛陀礼节可以缩小我们自己，可是把我们心灵可以扩展到无限的大。然后在第三点，修道生活点点滴滴结合，我觉得当我上完礼节班之后，我又参与了那个青年班以及青年班的活动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修习我的内心，也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在阅读经典的同时，真的会发现，为什么圣人的思想往往能够流传那么久？其实也真的就像前面的那么多前所说的，都是有它的道理。那在尤其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是很喜欢阅读《论语》，因为我觉得《论语》它有讲到很多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答。那每个人会在里面找到自己要的答案。那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自己每天会做的3件事情，就是反省自己。反省第一个就是自己每天的行为，我有没有哪里我哪个动作，或者是什么不应当去做的动作，可能超出这个礼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老师，那我在课堂里面对学生或对家长，或者是说我对象，我有任何一点点疏忽的，我在睡前我会讲。第二个是言语，我们跟别人讲话，有时候其实为什么人都很容易，人就是六根啊，很重，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讲出去的话，我们往往影响别人，也会影响自己，因为我们很在意别人讲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说话方面要小心。可是我们也要借由在读圣贤书的时候，稳定我们内心，不容易不去受外界的影响，但是也不能说自我不成长，要慢慢的来。第三个，我觉得我会再去反省我今天哪里做不够好的，因为我今天没有做足，所以我要想我今天哪些地方没做好，我明天要做得更好。这样我睡觉之前，我要对我今天负责任，每一天我都把我自己打理好，我才能面对明天全新的自我。因为我觉得刚才前面一个讲师他讲得很好，他说圣人呢惧怕因，然后凡人惧怕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因果的在提升。因为以前我们常听到，我们做一件一个小小的善事，我们不去做，可是我们每天呢都在做很小的恶事，一点坏习惯或一点坏毛病我们都不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那个讲师他讲的说，我们如果已经知道因会怎么来，所以我们更要每天反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还要忏悔。忏悔可以洗掉我们，可以清洗我们的罪恶。在读经典圣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真的就像很多起心比喻借假修真，我觉得有很多话，它每句都有它的道理，是要靠我们每天去执行。可是我们会忘记，所以我们才要阅读经典，所以阅读经典才是提升了我们自己。然后，如果我讲不好。
各位同学尽量，谢谢。听到各位的报告，那我想各位的潜能真的是无限哈。那个上台也不会紧张，然后报告就这样子自然的流露，实在是不错。不过这需要我们慢慢经验的累积啊。那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课收到的好处，就大业的课程跟讨论的课程就到这边。那待会是我们底节的课，那个有跟校的课做对调。原本是大学，然后很小的课做对调，所以待会我们直接上3楼佛堂。我们这边课是早晚线下，在这边吗？在这边吗？在这边吗？好，那待会还是先在这边。那或许跟黑板上面写的是这句话，这是刚在讲师的这个讲稿里面有看到一段。我们借这段话，我们知道，是跟我们讲说蚕蛹它会变成蝴蝶。我们知道蚕蛹就是有蝴蝶是有蚕蛹这样子蜕变出来。那要变成蝴蝶之前，它必须要经过挣扎、痛苦，才能够变成一个漂亮的蝴蝶。那这个过程跟我们人很像，我们人在这个环境里面享受欲望种种，就好像说在这个蚕蛹在那个蚕蛹里面，这个蚕在蚕蛹里面，在吸收它的养分，在得到它应该得的那些，人家说准备当蝴蝶的那个过程。那如果这个蝴蝶在还没变成蝴蝶之前，这个蚕蛹它在挣扎，如果是我们人把那个头把它掰开的话，这只蚕永远不会变成蝴蝶，它必须借由自己去挣扎，去人家说就跟我们人要成佛成圣一样，你必须要经过他说不经一番寒彻，那变成一样的意思。那是跟我们讲人心跟当蜕变者的变性啊，我们现在是人，当然在人的过程里面，人这么多，有些人他是怎样？他是公心的，有些人他是私心的。那我们在学习就是要把我们的私心去掉，慢慢的恢复我们原本那种公心。不应当说把我们原本那种公心，这个公心凡是为人，那种心呢，会变成私心。这是修道，我们说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这个修道是应该往前走，不应该是往后退的。这是这么讲。然后人心也会带来贪嗔痴因为人心它有我们的私欲，有我们的自我，有我们的执着在里面。那所以当我们以人心在做的时候，你凡事会顾虑到自己，不会去顾虑到他人。所以说，当你行出来、做出来，是怎样？是不受人家欢迎的，是不受人家欢迎的。唯有悲心才能够显出他的慈悲喜舍。这后面2句，人心做主只会样样糊涂，那悲心做主方能行道路。这是师给我们一个资讯。那后面刚好看到讲师这个里面有一段，这个蜕变成蝴蝶。这句话，那刚好想到就把这句话写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那以师尊的这句话来更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圣贤仙佛。当然我们不敢奢望说这辈子就能够成为成圣成佛，但是我们能够照着这个师尊所讲的这种慢慢去做，总是往前走，不是往后退。这句词训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共鸣。那接下来我们休息，那待会我们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那待会10点45分的时候，那请各位伙伴有请就坐，我们下课下课，谢谢各位。
讲较紧的讲，会康是气球的，咱修行也得气球，咱修行也得有风气无，修行也得有考验无，我较拢是种，拢是家己拢有。那今天主要是示范的部分。那或者先来讲一下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上让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早晚现象。那首先呢，或者先请教一下，平常有在早晚现象的举手。有啊，还蛮多个的。那家中有佛堂，有设佛堂的举手。好，非常的好，大家都有设佛堂，都是家中都是我们道场中的坛主，非常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来做一个早晚现象？为什么每天都要早现象跟晚现象？那我们现象呢，后手的礼节是我们道场中礼节最根本的，因为我们都是道中的人才，身为道中一份子，我们再也不是说只是芸芸众生的体面的人而已，我们是身为道中的人才，也是一贯弟子，所以说呢，身为人才，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早晚现象的礼节，甚至说我们以后学习到更多在道场中所需要的一些后拜的礼节，这个都是道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项目。那凡是呢，我们发心修办道的人，都一定要非常的熟悉它。那即使没有设佛堂的话呢，我们也要定时比如说我们家中没有设佛堂的，没有办法早晚现象的，那至少我们初一、初五都要去现象。因为唯有透过定时的现象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心，把它清静下来、冷静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平常比如说去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怎么样？很清静，对不对？觉得说非常的舒服，然后非常的平静。那其实现象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在这里。因为通过一个现象的过程，我们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比较平静，比较不会受到俗世的干扰，然后在透过早晚现象的晨昏并行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比较稍微能够拉回来我们的道中，比较不会被我们的世俗，然后就是心一直攀缘在外面，会慢慢的把我们的心收回来，然后做一个晨昏并行一个忏悔的一个功夫，那师尊也有跟我们说取其至诚无形，念念不忘，于道心得信也。所以道场中的礼节，就是它有这个必要性。那我们现在可以翻到46页，我们先来讲一下说早晚现象的意义，那早晚现象的意义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透过早晚固定的自我省思，也就是晨昏并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吾日三省吾身嘛。那我们至少我们早晚现象就有透过现象的时候呢，因为现象也有对不愿忏悔嘛，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呢，透过现象的这样子一个很庄严的仪式，把我们的心拉回道中这样子。那透过现象呢，用自己的诚心，然后在仪式刚开始的时候呢，上礼会说现象全住，下礼会说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中的烦恼，还有看我们自己心中的挂碍是什么，那借由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借由这个仪式，它随着我们现象的香烟去烟消云散，做一个洗涤的动作。那剩下就是我们一颗很清净、很愉快的心，就像慧姐刚刚讲的，我们去庙里也有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去庙里都会觉得非常的平静，的意思一样。那主要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修行要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因为早晚现象是每天一定要的，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香都不能断，一样的。